得到你的祝福我咱的祈祷恳求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的祈祷会先到这今天有谁？是谁？时间也没有。咱的上帝，阿伯人是啥人？亚伯拉罕阿伯兰阿伯拉罕。圣诗第3首这是一个犹太教内底的旋律来，阿伯兰的上帝，万冠统治万物，又造就地高万世人爱主。提点的当今，掉落我胸中生命永远无尽。这个旋律第2节来，主基本心的神，我可以所救助。我们那因提起为冠，上天应大我们看主的面，称赞你多冠冕，奇妙作比你米眼弯摸，稍快一点，104来，主咱的王大兄，最难公义之尊，卡赢世间罪恶，行兄好变人君，地色安山官位，谢国地作委屈，家境是荣荣耀绝对永远的理。上尾一节来，全体胜利天君，感谢至关上帝。罗白行诚心之尊，称赞万世。罗列做上帝，我也当下来呼，冠冕威严龙归地的永远。真水的一个旋律好，150首咱这个咱已经真熟咱唱2节就好
来救我你，虽然着背十架，求你好切。以前唱过。那你让我留下过你，来我就过你，来救我你。第二节来，虽然拄着出我无位通向。基情阿蒙大我，挂头英雄，兵忙有我你吗？主爱救过你，主爱救过你。来顾我你，好，咱像我食拄啊，迄个呢，见面长都有讲吼，咱今仔日的奉献吼已经有改啊吼，来，咱来练习一下吼，378首。我会记大家应该是捌唱过啦吼。梆梆梆，啊，这应该是菲律宾还是倒位吼？应该是捌唱过吼。哦，来练习一下哈。主求你减难，我虔诚奉献，愿满心感谢你极大恩典。那叫你所你所听见日，享受你主爱，永远无离。好，大家唱得足好诶，表示讲已经捌唱过吼。好，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备办咱的主日礼拜。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就救阮，伫即个透早，搁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来就近你。愿阮拢带着敬畏甲感恩的心，做伙来到你的面头前，求圣灵充满即个所在，清洁阮所有人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专心来仰望你，领受对你来的话语甲恩典，尽心尽意来就近你。主啊，你是阮的上帝，求你伫阮中间来掌权做主，来做王。也愿你的同在，甲亲像今仔日透早的甘露，滋润阮每一人的心肝。咱做伙来唱圣歌，请起立。有缘徛咧，咱要用咱最圣洁的心来尊崇咱的上帝。咱的心嘛要知影，伊对咱来讲，咱要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替伊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
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事情，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咱即摆来启用。请掀开圣诗后壁1061页，箴言第四篇。我来念起，会众来念用。我的囝儿着听老爸的教示，专心学习才会明白。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互恁。放下我的教导，我嘛捌做老爸的囝。老爸有教示我讲，你着记牢我的话，着找找智慧，找找聪明，毋通袂记哩。嘛毋通气杀智慧，伊会保护你。智慧上重要，着拍拼找。你尊重智慧，伊会高举你。智慧会用花冠滴伫你的头壳。我的囝着听，着领受我的话。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着持守教示，毋通放松。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的主，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看顾你的教会，互阮伫你的内底得到真正的安息甲力量。今仔日你是你所定的圣日，阮甲即一天即个主日的敬拜，甲所有的服侍的兄弟姊妹，拢仰望交托互你。愿你的恩手扶持广大牧师的信息，使我的敬拜、服侍的安排，互一切拢会当合你的心意，荣耀你的名。主啊，你嘛要伫教会中，今仔日有来甲无来，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软弱、身体欠安、亚善的，也是即马长犹阁咧找找方向的，愿你的话拢会当成做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伫每一工、每一时靠主来坚强，活出信心甲爱的见证。感谢我罗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好下面，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伫个新约的旧约的圣经276页，士师记第13章24节甲14章第4节。
后来妇人人生一个囝，互伊号名叫参孙。囡仔大汉，耶和华赐福互伊。伊伫马哈利丹，就是索勒甲以色道的中间，耶和华的神起头感动伊。参孙落去顶拿，伫顶拿看见一个查某囡仔，就是非利士人的查某囝。参孙上去，互伊的老爸、伊的老母讲：我伫顶拿看见一个查某囡仔，是非利士人的查某囝，愿你互我带伊来做某。伊的老爸、伊的老母甲伊讲：伫你兄弟中的查某囡仔，也是伫咱百姓中，敢无一个查某囡仔，直到你去伫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某啊？参孙甲伊的老爸讲：愿你互我带伊，因为伊是我喜意的。总是伊的老爸、伊的老母，毋知即个事是出自耶和华，因为伊找机会攻击非利士。迄时非利士人管辖以色列。耶稣。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现我对用耶稣的疼来学乐伊，咱嘛用欢喜的心领受耶稣的疼来充满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献上感谢，阮是有限的人，但你一直用你永远无变的疼来听阮。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阮也欢喜伫主的圣日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用你的圣神来指示阮，合主你欢喜的智慧甲旨意，也愿阮的性命活出荣光上帝的款式。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这段经文，光是看题目吼，看题目恁就会知，这一个牧师真歹讲这篇道吼。虽然恁头拄已经有听过头拄内面的经文的叙事吼，但是伫士师记的作者内面，已经非常的明白吼，真直接甲咱讲吼，纵使伊的老爸、伊的老母毋知这个事是出伫耶和华，天哪！这个结论，那还要读下去吗？啊，都毋知影。真做人，咱还阁会当创啥物？你如果都已经知道结论是你的不知道，那你还能做什么？是不是很难？作为人是不是很被为难？至少牧师要讲这一篇道是蛮为难的啦。不过我相信，今仔日用这一段叙事，我相信嘛会当伫上帝帮助的内面，会当互咱有一个思考，甲咱的信仰、甲咱的人生、甲咱的教会有一个对话的过程。咱进入到经文吼，所以参孙吼后来妇人人生一个囡仔吼，甲伊号名叫参孙吼。囡仔大汉，耶和华赐福伊吼，意思就是讲，伫大汉的过程中，其实嘛是恩典满满对无？因为上帝安怎赐福互伊啊？上帝赐福互伊，伫索拉吼，还有马哈尼旦吼，甲以石头的中间吼，这就是因徛起的所在。这个圣经所记的这两个所在吼，基本上就是但的支族吼，但支派。12个支派里面有一个叫但的哈，所以参孙因的支派就是住伫这个所在。但是你如果要研经进去吼，你会发现。他所记载的这一个位置，其实已经不是整个大支派聚集了，因为因伫遐甲非利士人吼，咧争土地、争取那个土地吼，其实是真辛苦。但是若是对圣经的历史来记载吼，其实因无完整摕落来，所以但支派后来安怎往北边迁了吼。迁去那个以色列应许之地的最北边，但是其实他们的应许之地是在中部，吼。所以这个地理名称吼，刚刚帮咱吼熟悉一下，了解一下说但支派吼他们的活动的范围安尼吼，伫倒位安尼活动吼，但是伫这个士师参孙的过程吼，伊成长的过程，咱看到耶和华上帝赐福予伊，啊，阁有耶和华的神吼，耶和华上帝的灵起头感动伊。耶和华的灵起头，耶和华的神起头感动伊，这是什么款的经历？兄弟姊妹，你敢知？你的生命有被耶和华上帝的灵感动过吗？你看咱真多吼，咱遮100外个人吼，真多固定教会，但是咱每一个人信仰的经历、信心的临在的迄款的经历，咱拢是无共款。我们都是很不一样的。
重点是耶和华上帝神有伫你生命中起头过无？有吗？还是你当了一辈子的基督徒都没有过这个经历？牧师没有要在这边评论是非对错，但是追求军队耶和华上帝这条路吼，若无有圣神的同在甲引带，咱无法度行，咱嘛唔知倒一个方向是上帝的旨意。纵使你对这点史书记的作者安尼写来，你至少会羡慕吧？哇！你们还记得我前几个礼拜说，拜托，参孙的人生是怎样？参孙的人生吼是怎么样？他一开始就找到工作，你知道，对吧？他都还没出生，他就已经怎么样，可以躺平了。然后父母就只要怎样，等他长大啊，所以经文就进入到长大了，而且这一路还怎样？有上帝神起头安怎，甲伊感动，所以照你讲，虽然经文无很仔细的告诉我们说他怎么经历上帝的灵，他怎么经历神的带领，但是你从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灵性的经验，你大概可以想象，那如果有上帝的灵，有上帝的神在引出来的时阵，至少可能会有什么款的经验，对吧？多少啦？我们不能够说一定有什么标准，但是多少可以想象吧？可以吧？还是你们没有想象的空间？我只能说吼，那是照这句话来讲，我可以大胆的说，至少参孙有什么？他有主观的信仰经历吧？对吧？上帝拢主动啊，你敢有可能放娃娃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会吗？会吗？还是你们还在思考中，开始回想人生的记忆？什么时候上帝有出手过？上帝什么时候有带领过我？你们还在搜寻吗？想一下，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想一下，不用给牧师答案，因为这个是你跟上帝的经验。所以我大胆假设，参孙这个事实安怎？伊有经验过上帝的神亲身的引带，因为他都有士师记的作者帮他作证，就已经下笔了，就是有安尼哦。只不过咱读经的人无法描述那个细节所以有信用的经历的人，有上帝的神做起头来感动的人生，所以一定是百战百胜，对不对？有没有？一定百战百胜。其实做基督徒作者都已经描述到这边了，我们还不能说做基督徒是平安顺遂的时阵其实会有一点没有底气那种感觉。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其实真侪人我若伫外口有当时即马已经小可有年岁所以朋友也是讲外口的人咧介绍我的时候这个是牧师，然后大家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会跳一下10个里面有9个会直接说，从外观看起来不太像牧师，这样好，外观而已，外观好不好？因为我还没讲话嘛，对不对？年轻好，谢谢慧荣指示，好，他说我很年轻，就你知道就会有点小小开心一下，所以大部分不是教会的人也看到讲有人介绍这个是牧师你拢会惊一跳安尼那其实不是我信仰不好。有没有？这只是大家的偏见，因为大家的想讲若是做牧师他的形象是什么？有一个样子那个样子刚好我不是而已为什么会跳去那？好，拉回来。所以不是我要讲的是讲，如果若是讲咱的信仰的经历咱家己无法度，咱家己无有这款的历程，要去安怎去甲人讲？其实我是基督徒，
你如果没有一个跟上帝的经验的话，其实你也会讲你自己的身份，或讲这一个信仰，你会讲得很没有底气，你知道吗？你会讲得很虚空。所以参孙的人生里面吼，到这边为止，他的人生哪是记载停在家吼，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啊，安心了，反正做基督徒有上帝的灵会带领，这样就好。这种是，你知道，画风一转，进入到14节的一开始，上帝先感动伊。他主观的信仰经历，所以以为用伊的性命安怎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就进入到他的爱情。瞬间，一个很微观、很宏大的叙事，以色列人的拯救，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应允的所在，整个瞬间那个电影的情节缩小到一个人的爱情。亭拿吼，台湾人读这个地理名称比较没有感觉吼。亭拿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人的那个什么中心，不管是他的政治、社会、宗教，亭拿一直都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吼。所以那若是对以色列历史来看到亭拿，你就大概要快有一个反应吼，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以色列人的重要的地理名称，但是它上面叙事是安尼：参孙就去亭拿，亭拿看到一个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是死罪咧，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这句话，伫我的应该是我的土地上面有一个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吼，有没有很浪漫？我一直在挖坑给你们跳，有没有很浪漫？其实如果你看入去以色列人的文化、历史甲上帝的命令里面的时阵，这一句话的描述，我们外国人、外邦人、咱这外国人听看到吼，特别在现代的爱情世界里面，哇，遇见在转角遇见爱。很浪漫的都可以拍成故事，可是你知道，那是对伫迄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因的任务敢是去谈恋爱。虽然这样讲对人家有点不太礼貌，爱情还是很重要，知道吗？因的任务是什么？拿下什么？应许之地，伫遮建立上帝啥国度。互上帝信用伫即个土地安怎落地生根？这是落地生根，是咱台湾人，也是讲人类对文化的诠释。所以文化它是有力量，因为它可以落地生根，在一个应该是以色列的重要地理城市，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足够水的。好，所以他的人生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这嘛是上帝先起头给感动的吗？你知？不知道是好是坏，总是遇到爱情的。所以呢，参孙也是一个男性哈，当然是一个男性哈。男性怎么理解爱情，我是不太知道，但女性怎么理解爱情，我是有经验。但我猜想，爱情这件事情应该大同小异啊。大部分在心的感觉上应该大同小异吧，吼。所以伊讲，甲因老爸老母讲，我伫亭拿看见一个查某囡仔是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愿令甲我带伊来做我的某，做我的某。嘿，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啊？老爸老母听到囡仔要结婚，即摆老爸老母也听到囡仔要结婚，欢喜到要死啊，对无？拍炮啊，放鞭炮，有无？摆一摆桌啊，都可以，邻里都请来了。啊不，好啦，无一定啦，无一定啦，无一定啊，无一定啊，吼。毋过，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说还要付钱哦？不是，哦，不是哦。他认识一个女生，
哦，老爸是冤仇人安尼哦。唉，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着较惨死，这做老爸老母嘛唔知要安怎吼，这个就麻烦了。好，你若来找牧师问这个问题，我也是无解。我刚才讲，咱做伙找求上帝帮赞啦吼。这太悲剧，所以呢，伊的老爸、老母应该要欢喜快乐，结果煞无拍算。老爸、老母甲伊讲，伫你兄弟中间的查某囡仔，嘛是也是咱伫百姓中，减无一个查某囡仔，你通好娶。嘿，我们是怎样？我们是都没人了，是不是？我们是都没人了，你一定要去娶一个外国人，是不是？一定要娶一个外国人嘛。不过你若是现代台湾人吼，你不要自己跳进去做那个思想上跟价值上的冲突吼，你不要带入，再用现代的价值观带入过去3000多年前的一个文化情境，安尼你也冲突了，敢知？你会看不起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你也会看不起上帝。你相信我，因为你一定觉得你自己的想法现在是比当时候的上帝还要进步的。基督徒，你是不是这样想？是不是？我们要自己反省。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以我现在所受的教育跟对人权的一个看见，还有文明的进步，要是让我回到3000多年前的话，安怎？我一定做了较好吧。反省，我们自己放在心里反省就好。但是伊的老爸老母的反应无同款，跟咱现代的老爸老母无同款。因是安怎？因是烦恼啊，所以问伊讲，咱内面敢无人？至到你爱去伫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间来娶某？这句话因爸母安尼讲是啥物意思？表示伊的爸母安怎？你们这些当父母的，就是直接讲反对，你知道？好啊，我是做牧师的，我跟你们讲，他在这里面一定知道什么？他反对的理由是因为伊认为上帝的律法，这是上帝啥欢呼，这是上帝的欢呼。但我刚刚前面有揭露一个概念给你们，因为文化这件代志，你要甲固守，是因为文化会落地生根，所以这是迄当时3000多年之前以色列的任务啊。纵使你如果忘记任务了，你会以为其实这样也可以，那样也行，这样哪里不好？没有问题。所以爸母知影以色列人的以色列的律法，上帝的法律是啥物？伫无受割礼的人中间娶某，这样的人不是文化不能共融，是为什么？我头都有讲啦吼，参孙是安怎？爱着较惨死啊！这里反映的道理，可不可以跟外国人结婚啊？我可以讲台湾人，你照你自己现在的平安祷告上帝，有平安就好。但你不要把你的观念带进去以色列人的任务身上这样子我来讲，你得不到答案，你也会很痛苦啊。你只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试着去揣摩，是安怎爸母痛苦。所以根本伫遮无讲的是啥？做父母的挣扎，父母在挣扎什么？是不想让小孩有爱情、有婚姻吗？不是吧？他有一个更大的命题，必须要挣扎。他必须要挣扎，他在信仰里面必须要挣扎。你若是还阁会记得，伊的爸母知这个囡仔是拿细尔人，伊是伫还未出生的时阵。上帝就分别以罪行，分别以罪行是有任务的。兄弟姐妹，给你一个身份是有任务的，不是纯粹拿着那个身份开心而已。所以爸母的工课伫倒位，这个任务还有没有办法执行？对伊的爸母来讲，参孙那个拿细尔人。
只是为了证明一个上帝的百姓的存在而已吗？只是单单这个记号吗？伫因的处境来讲，因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搁爱安怎？搁爱真正好的见证。他们还要打仗，父母的挣扎，跟对孩子的认识，跟对上帝的选召，语言说不尽啊，语言说不尽。对一个家庭来讲，看起来敢若是敢若父母甲囝儿伫各个面向上的沟通、想法、信用传承的困境尔定。但是，若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讲，以色列甲非利士人的文化，看起来就和谐呢，斗阵甲袂歹呢，可以共荣呢，甚至并存呢。却唔知影对上帝。想述乎以色列人的身份甲任务来讲，这种共荣是弱化上帝的命令，互上帝的欢呼，无要无紧。我头有讲，我们不能够只是用现代的视角单单讨论文化这个命题，那这样子有理说不清。文化对一个民族来讲有重要无？你们可能领域不一样，心里的答案不一样，这个合理。我头有讲，文化伫现在的语言内面，表示一个民族的历史。所以，若是徛伫这款的观点来思考，上帝是要消灭所有的文化吗？来回答，是吗？好。我猜想，我是人啊，我是人性，我们的人性应该差不多。我猜想也应该不是这样，是以色列大先袂记哩，伫伊的文化甲伊的民族的身份顶面去展现有上帝的同在这件代志。因的文化是上帝安怎？是承载上帝记号很重要的什么？地方，它的文化特殊性在这里，但是不是它的这个文化不是用消灭其他的文化干嘛来表现自己的存在？上帝精选这个文化、这个民族是要安怎？透过因来用其他的文化。宗教、人民来展现，有上帝的信仰甲文化是安尼。所以，因一开始上帝敬重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阵，互伊的吩咐是：万族万国要因为你，甲你的子孙来得到啥？福气啊！毋是万族万国要因为你来得到消灭，对无？是吧？还是你们也忘记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有吗？还记得吧？所以我认为，因的文化的存在不是为了消灭其他的种族跟文化，而是为了展现一种温柔，上帝的温柔，上帝的良善。纵使是可惜的，可能在人的性情上面，我们总是。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所以若是这是参孙的文化伫丁拿甲非利士人和谐共处，那也有可能表示怎么样？上帝的文化伫这个民族内面安怎？无要无紧啊，所以他就凸显的，其实你也可以是非裔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现在国籍的问题，我可以当什么？台裔美国人。那他们跟非利士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用这一个来表达的话，他应该可以是，非利士叫人家非裔也怪怪。好，非利士裔以色列人，对吧？对吧？谁的文化吃掉谁？不知道。但是唯一可以知道的是，上帝可能被弱化了。但以色列人不自知，是吧？因为无要无紧，因为无要无紧啊！
上帝本身的目的是要透过以色列人来展现出有上帝的民族是世间人需要知影的。万族万国因为知影有信上帝的民族伫即个所在存在，所以来得到福气。但是当即个药无搁再重要的时阵，即个身份，什么款的身份？选民的身份，以色列人的身份，拿西尔人的身份，嘛无有办法显出力量啊！这个身份也无所谓了，也没有力量了。但是要知影，为了要维系这个身份，为了维系这个身份的意义的时候，对一些人来讲，因在面对残酷的战争，因在面对资源的掠夺、权力的争夺，甚至是个人婚姻、爱情的选择。哇！说到爱情，这有些可能是某些人心里最软的那一块，所以文化传承的义务上面，在都威胁着这个选民的身份。什么事情都可以威胁啦，你不用怀疑，钱也可以。像我也是很重视感情的人，你知道我们重情重义，对不对？但你呢？什么是你最在意的？而且我想这个问题绝对会是很多基督徒一生都想要问上帝的事情。父母的挣扎其实不是信仰跟儿子婚姻的选择，而是有限的人唔知影这款代志。这个代志是出伫啥？耶和华因为作者揭露了上帝的目的是，伊要找机会安怎攻击非利士人。好，结果瞬间都变成了棋子，你的爱情已经不是爱情了。伫这个故事的叙事里面，作者的观点、历史的看法，展现上帝的视角，这是上帝要行的代志，这是上帝要这样做的。天，那人是什么？但是参孙甲伊的爸母反映人世间的视角是有限的，就是我们一直会想要问的。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是这样？你若讲无说所以你今仔日这篇讲道要安怎讲？一个结论，我要甲恁讲。其实我觉得我很难用以前的讲道方式，一句话就为这个情况下一个结论。毕竟我们的讲道是逐章逐节，所以我是有分段落，没办法用系统神学的方式或专题的方式来做研讨。但是咱今仔日的经文若是停伫咧遮，我要用另外一款的方式来甲咱的信仰、甲生命、甲咱的灵修来对话。毕竟我是人文艺术的，我用我所写的来回应这款的情景。人伫世间无受，上帝主权万行有。烦恼忧闷父母心，情爱无奈世间情，疼痛怜悯在上主，醒悟反悔在人心嘛。无受是什么意思？几种中文的意思。人生起起伏伏，那这是其中一种意思。无受用中文，它也可以讲漫无目的，找不到方向。那无受的另外一个中文可以说法是，你一直在困境，在人生的困境里找不到出路，那也可以用无受哈。所以无受它可以有很多的翻译哈。那我觉得。参孙这个家庭，甲伊个人的身份，要反映出那种人生跟信仰的观点，实在无法度用一个真简单的评语吼，就甲讲清楚。所以我写诗啦，可以吧？但有意境吼，很难说明吼，很难说明。但是我仍然要在结论提醒大家，人生参孙的人生看似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伊甲以色列百姓，若是袂记得上帝予因的使命甲任务，就迷失方向，就是无受啊吧。但是你若问我，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
拿细耳人看似不是参孙甲伊爸母的选择，但是拿细耳人是上帝的选择。教会，你嘛是上帝的选择。虽望参孙作为拿细耳人，他理当要回应神的恩典，却没有。在我们人看人会觉得，哎呦，我搞不好比他好。但是我要说，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可是我们跟他可能在个人回应信仰的方式上面会有差异。唯一一件是一样的是，上帝对你、对拿西尔人、对参孙、对教会、对你的选择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咱甲伊同款，甲伊的爸母同款，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但是你可以有平安的事，还好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讲今日这篇其实意境深远，若要记得，我嘛无法度讲甲真到位。那讲不清楚，那我们就用唱的好了。诗歌是一个力量，我想咱用这首诗歌，真做咱向上帝祈祷。主啊，是啊，我真有限啊，但是主啊，你无限。主啊，我的手抓着你真软弱啊，但是还好，上帝你的手够有力啊。求你莫放下我，求你莫放下咱，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这样的祈祷对人来说其实蛮难的，但是这样的祈祷，如果在神的恩典里面，其实是不难的。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
生其实真的很难。我刚刚有说了，人要用一生跟着耶稣，不受威胁、利诱、挑战，有多难啊，弟兄姐妹？可是好家在的是，我们就算是失败的，或是有时候偏行己路，但是真的是好家在，上帝从来没有后悔他的选择。所以你说用一篇讲道，要把这个道理讲甲真清楚，我认为是讲袂清楚的。敢若透过咱的生命，甲咱所活出的方式、方式，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做错事的时候，被圣灵提醒的那一种痛苦、悔改跟挣扎，也在用我们的生命证明，我们的一生是在上帝的手中。这是何其恩典的事情！愿我们都能够珍惜这个身份，在你还有更多的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你当感谢，当记得，这个机会不是平白无故的，乃是因为上帝先坚定的选择了你呀。你平安吗？愿你平安。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我很感谢你，实在是觉得自己不配的，教会何德何能？我们并不是在这个世上最完美的一群人，我们甚至是在这个世上人数最少的一群人。但是你没有放弃，你没有放弃爱我们，你也没有放弃使用我们，向这个世界说话，说恩典的话，说救赎的话。所以上帝，我们恳求你，即便我们看自己的人生实在是太有限、太贫乏了，太没有力量了，但是恳求你的圣灵一定要帮助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在面对各种挑战跟困境里，坚定跟随你。愿我们的一生，无论起起或伏伏，所讲出来的历史，所诉说的恩典，都归荣耀给你。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太感动了，对不起，对不起。好，咱即摆起哩来用这个感谢牧师的讲道吼，然后咱起哩来用许多圣经的话来回应上帝的话。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神投胎，伫在世里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场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迄人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个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好，咱起哩，咱来唱《主，我爱就近你》。
请坐。咱即马来奉献。在阮要不足的，阿爸爸上帝，还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守护，感谢你知影阮的不足，感谢你知影阮的软弱，感谢你的守护当中，互我当有快乐，感谢伫你的恩典当中，互我当经历每一日的笑脸。阿爸上帝，我搁一摆将阮的不足，将阮的软弱放伫你面头前，求你会当互阮有快乐、有智慧来服侍你。奉献就阮的一切，诚做你的时间来使用，求你当接纳，安尼祈祷，奉你的名所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有新朋友廖静慧，欢迎。静慧要说说话吗？要介绍一下吗？让我们认识他。我的会籍是伫高雄，我想要参加圣歌队。哦，哇！我们最缺的就是圣歌队哦。好，咱今嘛只有一位吗？是还有没有，只有一位上。好，那我们来行我们的平安礼，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的新朋友打个招呼，挥挥手。我用主的听来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真心来听你，因为你来面有主的荣耀，听的听真心来听你。那我们慢慢的来登来咱的位。慢慢仔转来咱的位，我用主的听真实来听你。好，咱即马来继续，咱来念咱今仔日的经句。来，大家拢坐落来，紧转来，紧转来，紧转来哦！
喂，这位太太，来，紧转来。好，咱来念咱的根句，咱的箴言第1章7到第70到第90。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无讲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我的囝着听你的老爸的教示，毋通刺杀你的老母的教示，因为这要做你的头壳顶的水帽，你的颔棍的金链。箴言第1章第7、第90。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遗忘人藐视智慧会训诲。我儿啊，你听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教诲，因为这要做你头上恩惠的华冠，做你颈上的项链。箴言第1章7到9节。好，咱来看报告。今仔日主日是中华社福事工的关怀主日吼，请兄弟姊妹为咱的中华平安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的服务的机构来关心奉献甲代祷。后礼拜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欢迎真理大学校牧王荣昌牧师要前来讲道，请安祭报告，他是要来跟我们讲道，请安祭报告，请兄弟姐妹们呢继续为文字事工的关心奉献及代祷。那本牧师下个礼拜要前往关渡教会去主理。好，第3个，我们每年的这个野外礼拜培灵会又要来了哈。7月27号到28号是礼拜6到礼拜天是教会哈。9月，因为我袂当去，所以我拢心肝就袂爽的安尼吼。伊讲我袂当去啊。因为足久啊，吼，咱足久拢无通啊，而且还过夜呢，吼，所以大家一定爱紧来报名，吼，先报先赢安尼吼。立泽简思亲儿营地，这伫宜兰吼，啊，报名费一个人是700块，啊，若6岁以下吼，有占爱问床就300块，若无占的是免费，啊，专业其实是2500块，拢咱其他的部分是咱教会来补助。啊，即马开始吼，开始报名，到8月31爱截止。然后请注明一下你所需要的房型。那至于房型呢，来看一下这边有简章哈，这个行程也都有，要去海边，恁可能会热甲怎庆恩哈，啊后边哈有这个房型哈，其实我太好了，等一下让牧师来做报告哈。好，我看想着就热。好，来我们继续的哈。7月份有寿星哈。好，等一下由牧师来为我们主持，牧师要等一下主持嘛，对不对？好，再来哈，我们长执会今天下午1点钟有下个礼拜哦，是下个礼拜，我那个记个这礼拜，我个安排这礼拜的，所有时间那拢唔对去。好，后礼拜哈，下到1点有长执会要开会，所以请大家安排预备心，如果要请假的话，要跟我们的执事以乐来请假。再来，小会报告，下个主日呢一样哈，下主日长执会结束以后，副堂会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呢预备心。好，2025年的上半年的简账作业呢，7月20号还没开始，还没到嘛哈，今天才6号而已，会请检核每一个团契1到6月份的账册，那请各个团契都要做一些准备哈。那再来的话，第8点，台湾神学院的神学系
包班课程已经提供各位同学的结业证书，请有参加这一次今年的这个神学院系包班课程的同学到办公室去领取，也就是你已经有结业证书了哈。好，再来的话有团契妇女团契，7月19号礼拜六早上10点钟有高虾西班的人唱，那我们的慧静会来吗？好，慧静也可以来哈。好，礼拜六早上，好10点钟，锅虾哈，应该可以吧？静慧你会来吗？不会，好，没关系哈。记得有这个就很不错的哈。好，再来然后再来11点钟也有一个专题介绍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拨时间一起来参加。好，再来我们看我们的少年团契，7月18号礼拜五当天的聚会要改到7月19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钟，那请青年团契大家互相的注意提醒一下。好，再来的话，我们教育装备组呢，大家可能都有注意，从上个礼拜开始哈，我们每一次在聚会的时候都会有3首诗歌。那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人非常有心哦，已经做完了一本，就是我们这个圣诗里面的每一首歌的典故，他为什么创这首歌，他是什么时候创的歌，什么人创的歌，什么样还有这首歌的这个歌词歌曲，还有以及他创这首歌的意义在哪里，都有一本书好厚哈。那我们现在开始每一个礼拜都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选其中的一首诗里面的一个简介啊，因为教会有交代讲爱100字以内，我即马才知影100字足紧的。我看写3行尔，100字就写完了哈，所以非常的难写。但是如果这本大家有要看的简介，我想教会应该有哈，教会也可以借给大家看，会比较完整一点了。那你就会知道说啊，当年为什么创造这个1770年的时候创造这首诗歌，亚伯兰的上帝是什么用意，他的起心动念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受用哈。然后唱起这首歌。每一首诗歌的话，你就更懂它的含义，知道它的来由、典故等等的哈。好，那么其他的这个关怀组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为我们教会，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年长一点了哈，然后再来这个社会上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身心灵都真的很需要很多的带导，这一点是我自己在这段时间也深深的感受到哈。那同样的哈，虽然我们可能会有生病，当然也有开心的事情，有很多人利用暑假跑出去玩的，也要祝福他们一切的旅途平安哈。那再来为我们身体的这些朋友、这些弟兄姐妹们，还有我们的国家、社会跟世界和平，都要求大家呢一起来为所有的人来祷告。那剩下来其他的就请大家看我们的周报。好，我们请牧师。平安，我伫遮简单来说明吼，简单来说明因为伊足复杂的，所以我尽量简单吼。就是讲，咱9月27号到28号吼，是咱教会所安排野外礼拜吼，甲开培灵会吼。所以重点是咱伫迄布告栏的所在吼，才有顺序吼，你当会按照你报名的顺序吼来安排房间吼，因为咱这个是营地，好，营地不是那个饭店旅馆吼，所以伊的房型内面吼是有限的，好，比如3人房、4人房。8人房因为嘛知影讲大家可能困还是讲想要招较熟悉的人吼，斗阵一间吼，则互恁参考有这几个房型吼，毋过主要你若有特别的需要的时阵，请伫备注栏内面吼写清楚你的需要，当工会尽量吼来满足大家的需要甲期待，但是伫遮嘛是要讲只能够尽量而已吼，因为它的房型有限，这样。那你若要讲，你若要讲，你一个人要困8人房，就伤为难大家吼。所以这个房型吼，大家参考哪点吼。所以当工会照报名的顺序优先安排。
好，优先安排。啊，即摆因为个资法的关系，所以咱尽量伫报名的时阵得落钱吼。啊，有3位的同工，啊落钱的时阵吼，请你跟那个收取报名费的同工吼，确定你的身份证吼，因为要做保险的手续吼，手续啦吼。哎，烦呢！好，我不要浪费大家时间，笑笑就好。歹势，我个人有我个人的欠亏哈，所以我对不起我自己的母亲，那个台湾哈。好，咱伫遮嘛来同心来公道。天父上帝，互阮献上感谢，也详细为着阮7月份的寿星献上阮满满的祝福，恳求主你的圣神也大祝福充满伫寿星的身上，保守因伫世间的日子。有上帝的平安同行，也为着阮侪爱祈祷、关心的人、破病的兄弟，阮所听的台湾，还佫有阮家己的信仰甲人命，恳求主你稳定的保守，同心祈祷是伫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啦，补一个唱生日快乐歌。那个，我们一起用唱的就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许信 ，Happy birthday。是张了，你来。我本底是想讲，恁大家拢足害羞的，是我家己失误啦。来讲的生日感言。我刚已经为你的生日祝福了。我已经生日祝福完了，你还是要讲？真的一起来。我不要给你。好，那我先，因为他很会唱。大平安，真感谢上帝带领后，阁有足侪兄弟照顾。今年是拄好满30岁，就是感谢。嘛会当含大家做伙继续成长，嘛祝福大家平安拢健康。30吗？感谢。我今年15岁，然后要升高中，然后谢谢大家，祝我生日快乐。两个加害无我一半吼，我已经80外吼，80几年来上帝的祝福甲照顾，所以今日我来徛伫遮，甲大家哈啦，大家互相祝福哈，互相互恭喜。我望上帝将这个固守稳定祝福你大家中间，大家的身体健康平安，谢谢。好，谢谢3位寿星，我刚才已经为你们生日祝福完了。好，生日快乐！这是咱做伙来唱上映的诗，请起立。
要认真珍惜你成做上帝百姓的身份。检查你毋知伫你的一生中间，什么代志是你的意思，什么代志是出于恶者的影响。但是总是知好的甲歹的，伫上帝手中，拢是出自耶和华的高手。就放心，就勇敢去活出你生命的精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地地，要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灭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才起身。
上帝祝福大家。